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气乐园。讲到天阳大家都挺好看。不过大家知除了天阳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影像创作的方式，叫做纪录片哦。纪录片从天阳无穷的地方提来呢。纪录片看其个主题，短可能1-2年就可以完成的，长的话可能会10多年才可以完成一部纪录片哦。故说好的纪录片是挺难得的呢。在屏东就有一位先生，佢用这种方式来记录这个屏东的家乡，还有六队的客家文化，已经40年了哟。佢用办会行上一条影像创作之路，佢有用办精彩作品呢。今日我就特别邀请佢到节目来同大家分享哦。我哋马上来分享今日的来宾邱成燕先生。主持人好，大家好。我秘鲁呢邱成燕今日韩路有个拍嘅纪录片。哇，分享先生来到现场，老师讲韩路来拍一个纪录片，係真冇简单的，那要韩人家一生人可以拍咁多嘅片呢，係冇简单的事情呢。不過老師，我想去請教一下哦，做乜嘅唔會想講行上一條影像創作之路，係完成數到乜嘅影像嗎？完成時候真好看天陽過去呢看天陽咧真好享受呢。當時看天陽都看現場都5公里。俺明日咧行用前都2公里啦。俺都見翕到禮拜天咯，俺都會看天陽佢說不是都自家走過去嘛，還係錄下人帶人過去下巴都屯朋友叫去，下巴自家去，下巴屯阿妹叫去。下巴有屯都嘅人睇下炒牛茶炒牛茶伊睇講嘅人話呢，咁啲我嚟到深夜都雕米下啦。所以咧，個畫面真難得咧，規茶人牛茶安尼做去看電影呢。其實我哋自家去嘅時間啦，下巴咯前1點鐘落去到去安尼啦。按做去嘅高睇下 M 標目嘅那邊咩嘅調教去安尼調教，看到一個用按草都天我第5啦，都變個宣傳片啦，個宣傳片都經重複，都點看下嚟啦。記錄從以前做緊日本嘅宮本武藏我喺錄一批嘅因為啲啦。我講他們3點鐘以前都去嘅呢，去佔位嘅呢。咁年輕多啦。他家因為電視還冇開播嘛。我哋成都嘅人見面都會問講你宮本武藏看過嘅冇？唔係個天陽看過嘅冇？你大政府的方式啦，所以民國98年係個滅退偏師嘅時代啦。又在幾多一個50年嚟呢？56年嚟，在幾多一個秦河醫院啦。佢相當激通呢。嗰時以前尼埔嘅係喺秘魯嚟啦。行到嚟去尼埔嘅看啦。以前尼埔嘅有文化醫院、尼埔醫院啦。面下有秦河醫院，所以秦河醫院就保存咗秦河。我哋去到秦河醫院翕嘅羅醫院事件我睇到嘅白幕呢，幾個一個，用要幾類多一個場景都出嚟啦。嗰裏面偏師當時翕一個偏師，蠻多人做偏師呢。都以前都做天陽嘅時間有一場我安排一個翻譯的人。我有個翻譯的人如果人我講有沒有到羅北鄉一看他唔是國語，他唔是一個美國話，都有人翻譯，所以翻譯的人跳出真好，講得一定的精彩啦，所以翻譯的個場貼滿啦。我驚人愛用個腳呢度可能係見彈彈見爛有糊你啦。所以偏師相當受歡迎，都明星樣嘅啦。我是俾一個滅退嘅偏師都阿東國，阿東國其實過身嘅啦。伊當時還冇，伊當時一個片
安尼播出的时间吼，如果下下电视台要播出的时间，伊如果中逢啦，我就去个用路亚啦吼，看伊，皮伊看个播出，伊轮坐那个轮椅哦，对头看到面，伊看咧同我讲一句话啦，一文不值啦，容一文不值啊！我安尼讲咧，我刚才安尼是要研究吼，研究讲是我唔会拿嘛，係啊，他们研究结果，咱底下讲我哋可以要求嘅主题，同以上嘅冇相同，而內容去同人丟機啦，減寬啦，所以係嚟有一種嘅翻身啦。如果講下一擺係嚟我同人做記錄嘅時節啦，一定要講清楚來，講嚟要翕乜嘅方向，但是基本上係嚟。伊講嘅乜嘅方案就會溜啦，會溜起來，下擺能剪接埋嚟啦。如果先確定講有個主題係乜嘅同書房嘅人先講好了，下一擺人哋剪出來嘅時節，他有個方向嘅樣板，我先本佢了解，大家可能講佢喺嚟訪問人嘅工作，結果唔係喺訪問人嘅其他事情，佢都佢冇咁共用嘅感受啦，吼。安尼老師，對開始，某個時節開始啊，到嚟做一個影響中做嘅啊，民國12年開始啊。人這種20歲左右吼，我泰國買送嚟一粒嘅照相機吼，佢啊開始翕相片啦。嗰時節都開始。翕相片，他們這個學從細。哇，安厲害，這個好哦！嗰時節我記得萬以頭擺嘅一樣嘅機器啊，同人家喺木樣樣嘅呢，人家喺數機嘅嘅攝影機嗰種拿風嚟都可以用嘅。以前嘅木樣還會衝，還會是老師你用板去這個好噶。因為話以前去主點嘅看冇安尼數啦。係啊，冇安尼數，對於人點嘅方啊。去點嘅方。人點嘅方啊，去安尼做學圖用嘅啦。嗰時差不多平油啊。迄個學一人用嘅寫，他們慢慢嚟切下，會從細標態。以前標態見到標態啱冇頭標態，伊啱補呢，標態15寸啦，20寸啦，我會啱補嚟寫啦。嗰時有成功，安尼寫18張，嗰個有成功1張啊，哇，都幾了不起。從見咧後生嘅用嘅小圖嘅軟體嘅 Photoshop，同阿姨都唔是1分鐘都解嘅。入邊人標態嘅時節，那有條地方一大亂，原來鋪講可以叫一些，有將要統一下，都嗰度含頭咗嘅啦，都清清楚啦。我見咧應用天路統一下，哇！所以我哋嘅攞一批嘅老師講攞一批嘅攝影師見咧看到人高天路程度一般來講幾活足啦你啊。我係有18，老師按你講係有18嘅感覺，因為講更加將我自己有提高嘅經驗數據嘅啦，照相機都有。一般人嚟翕得到可能幾百種、幾千種嘅都有。不過以前用大片嘅時間冇用呢，一個膠卷有冇最多36種、幾種、幾十種，有嘅可能係1種嘅。如果請珍惜，如果請下講我有個應用版來翕，因為翕唔好，嗰種都冇嘅，安尼測一下幾多錢都比得回。寫時間也好好寫呢，因為像老師頭都講了嘛，我大段應用版去種，這樣可以寫出來，冇凊彩寫出來，可能同我自家翕嘅，可能我翕得幾好，不過寫時間冇寫好，佢嘅相片都壞嘅，也冇乜嘅用意嘅咯。嗰說以前嘅影像師同影像創作嘅人，真係冇簡單。老師頭都講到頭擺嘅機器啊，我看到帶來青島，像我18有看過嗰個一個陽台，其他都冇看過嘅。老師可以同我哋紹介一下冇？以前係1塊4啊，1塊4你用翕個8米嘅，8米嘅嘅陽台啊。所以以前會參加嘅比賽啊，有個呢天陽嘅比賽啊，你用個8米嘅，好生啊。
老师条都唔讲嘅8 mm 嘅机可以翕1久啊？哦，8 mm 哦，一捆啊吼，差不多3分2钟。啊，一捆安尼3分2钟，所以这一捆3分2钟，你夹夹的，啊，剪好你用剪接机用安尼剪啦。哦，用那个剪嘅样片嚟啊？也有嘅嘅带嘅，剪嚟啊，你两片那个样片咯，我接胸下，我接胸下接嚟好，我安尼标下去，我嘅胶带安尼夹下去，安尼一起埋去，起埋那个羊毛色，有没有来剪接啊？剪接。从前安尼用剪接机哦，噼里啪啦，哦一下咯，更加用电脑啊，嘿，洗一下都会。以前真是用剪呢，啊，用夹胸下安尼哦。啊，不过有没有啊？不过剪接的时间捆片的嘛，捆片的。听讲以前个天阳时代哦，捆片的哦，鬼麻烦，我用表扬机啊，我用表扬机安尼 play， 我让镜头，捆一片，你捆一片。你都亲眼整都记录啦，尽量冇看听一遍的啦。哦，差不多1到秒的时间，会停下来，会做个记录呢。因为你那个是幕后记录哈，你打你话再表一次，差不多个表扬的时间会团片的呀，是不是？所以我哋剪接哦，鬼唔准，哦，剪那个点鬼唔准，调白时间，唔俾你紧啦。哦，那咪录个16 mm 的。16 mm 吼有轻贵啦，有约嘅16 mm 嘅。以前我哋除非讲人美thuật我哋翕吼，我用咗16 mm 嘅。一般人我哋平常切下作品咯吼，都尽量用8 mm 嚟翕啦。有個也輕貴啊，係輕貴。從我以前有參加嘅攝影天陽，全部用攝影天陽嘅比賽啊，全部用8 mm 嘅。唔敢用嘅16 mm 嘅我哋嘅人講啊，嘅天陽機吼，廿來呀，上面，係你用個算錢的冇，1秒鐘100元啦，1秒鐘100元，都廿來100、200、300、400，哇咧，400我用會更對呢，真是倘若新冠都會更丟呢，所以我那個。天陽時代哦，我如講嘅相機嘅時代哦，我小心，翕小麻將一種哦，捆好些嘢能嚟翕。見咧數位嘅時代哦，捆到按鈕嘅鏡頭，冇心嚟見出，你都唔是話佢花乜嘅錢啊！真是喺眼咧，無法度好想象嘅時間嘅路頭擺啊！觀眾朋友。談到鴉片老師嘅手機，係咪對頭擺呢樣工作感覺很神奇、很好奇呢？還有見到精彩故事，我哋休息下，繼續過來分享哦。前面聽嘅先生嚟所講，以前見人嘅呢樣事係樣辦嚟工作嘅，還有見人嘅器材，到底還有樣辦精彩故事呢？繼續來請教老師咯。老師，頭頭有講到嘅器材啊，有8 mm 同16 mm嘅，見人一種樣推冇共用，有乜嘅差別啊？16 mm 個法啦，8 mm 有個盒，個細條，所以變出來嘅效果，當然一個專業吧，嘅16 mm 啊，我提供嘅個攝影天陽吼，叫做8 mm 可能冇講過清楚，因為我哋當時做轉檔嘅技術，個差，所以我哋都用表揚機，表嘅樣片，表嘅白方，表我哋用嘅攝影機哦，再來翻拍啊！以前嘅翻拍係技術係用亞種方式嚟翻拍哦。佢以前啊，以前話冇嘅種嘅轉檔嘅嗰啲自動化嘅機器啊，用土法煉鋼嘅方式嚟做翻拍。安尼老師8 mm 機嗰號也係16 mm 嗰號，條都唔要講嘅16 mm 嘅嗰號嘛，機樣片嗰法嘛。
人哋後背看到嗰個一般嘅嗰種錄像台，其實差唔多1多米嘅呀。我話你那個吼，那個從來那個錄像帶吼，一開始都天陽時代結束嘅，我用那個一開始錄像嘅時代，錄像嘅時代有個類比啊，跟住講類比，那邊人都有個數位。係啊，佢記憶卡同嘅我記得佢陽台係講 VHS 嘅，冇錢冇共用咧，伊咧按台發出伊咧片動下袂共用，伊咧按射。現在都細蚊子上面啦，細蚊子上面，然後有個一片咧吼，因為要花時間，我幫佢轉，推片咧又要花時間，我要20分鐘啦，我有個都可以2點鐘啦，雖然你都可以馬上可以都可以去嘅啦，有個唔係，安尼雖然你吼轉吼，都可以安尼一段時間啦。哇，老師安尼聽講。有個樣片入下去，我幫佢一個時間轉，我推片嘅時間也有一個時間幫佢轉嘛。你對人來講，錄像嘅時間會唔會因為安尼錯過一些人講精彩嘅鏡頭啊？都有啊。係啊。我有一擺吼，我屏東啦吼，是一個董事長，同那個員工啊，員工，都一個嗰種一個員工太皮啦，吼，都同個員工。講喺中間，十20分鐘，多嘅，係咯，歐文片嘅呀，可是歐文片嘅是個頭家十9字啦，19字講啊，都一路講過一通吼，都面對一樣嘅，以前咧用蠻重要，面對美國這個太太吼，也教嘅，也生意嘅吼。一種嘅盤開哦，一切個都平等嘅，一個地方落去打拼嘛，所以一路都同佢叫，可是我都去揾片嘅呢，哇，我還尋到講唔繼續叫呢嚇，我天呢，要推啊，推吼，要慢慢的能推啊，推我行向哪邊啊，就伸進去啦，伸進去夾喺咯。夾埋都轉，我啱啱人個力扣，人咧如果同樣咧佢是真實，結果佢叫起嚟啦。安尼對頭到面都冇翕到佢啊，冇叫啦。嘅天然原來嘅公幹啊，先出嚟啦，都就已經危機啦。講啊，我嚟看喺董事長嘅叫詞，基本也假啦。講也表示講董事長過懷念一點啦。我剛才老實講，應該是連他唔是啦。都變咗講啊，對頭多面都翕啦。最感動嘅一段都冇翕到。最精彩嘅段冇。都原本係揾人嘅帶啊。所以我都感覺到都嘅當時嘅公關招牌一路唔會再行嚟。真是做唔得怪老師嘅喎，因為有個科技嘅進步啦，對於人哋一樣嘅工作其實也有幫助。冇真是像人哋做腦部做新聞啊，係做某個馬上一揾有個帶嘅時間精彩講條都安尼 miss 下嘅，真冇彩。安尼老師，你頭都安尼介紹嘅時間係有談到嘅咧，唔要嘅個名嘅呢，聲音天樣實驗電影係乜嘅啊？天樣如天樣啊，還有做聲音沒有？聲音嘅意思是講啊，都做聲音嘛，都講啊，那個天樣嘅系統地位吼，從來冇人做過嘅，聲音可能係按嚟攝看咯，嗰個是 OK， 都可以，大家可以參考。所以聲音每天會成功啊！而咧做一個創新咯，所以我係俾一個名人同我愛 disc， 對啲神裝嘅儀式啊，你腳白啦行路唔方便拿創嘅啦以為你看電視看到嘅我愛 disco 嘅節目，哇，原來佢跳 disco，又冇辦法跳啊！所以如果想這種畫面，我都用 disc 同行路啊，做嘅重疊啊，
哦，以前要做重叠是怪麻烦的，个片的吼，如果要多片，嘿，片要多转移，多转移的地方，让翕，咱可以重叠啊，唔必来用贴好，都可以处理啊，用天龙剪转移都好的啊。另外一部嘅扬州炸，扬州炸如果讲来翕一个啉酒的人，啉酒的人安尼啉到安尼马西下嚟啊，平常时看啉酒的人是看面是安尼，点多安尼嘛，也是讲也可以加入一个样片来分析那个啉酒的个心理状况啦。所以我如果用剪个纸板啊，涂姜头入去，啪，佢转来转去都黏头的捅来用来捅落去做片油片嚟佢用洗衣機嘅水啊，全部搞強下，對你啉酒的一種嘅狀況啦。都象徵講佢係啉酒嘅嘅，個玩意咧都個屬於有劇情的啦，都荒謬的歌，也部片咧都講一個主角啊，有個主角亦都藝術家，為了藝術好，乜都不可以犧牲啦。我同個火柴都變個轉的青我我攝嘅火柴仲喺彎到嘅鏡頭有啲細妹愛跳落愛吃晒，你講等下，有腳架準備好勢啦，對好勢，跳下來，有一個個有攝最後，我攝啲凶殺案啦，記錄係，佢懷疑都係同佢做冇，係冇人去做啊，都係個人嘅懷疑啦，如果攝一個凶殺嘅過程，最後而家嘅懷疑衝殺而出嘅啦，我嘅而家等下，而家咧而家攝而切搞出嘅啦，攝而切啊，吃破啊，攝而切啊，那面最後都切到而家嚟，啪，嘅嚟結果嚟啊，都講過荒謬但是也個人哋都傳睇講嘅藝術家差不多為了創作，為了設計去創作都安尼都唔顧別人啦，唔顧別人，對裡面係當時有看到報道，佢報道有許多安尼感想，咱來上來翕也都有攝影嘅天樣，談風咧真是幾奇妙呢。也係講裡面也都有攝影嘅天樣，真有後輩可能無咁樣嘅天樣會利用到一種地步嘅想法啊，也係一種技術嘛，咁老師，安尼嘅40年地步翕嘅千多嘅紀錄片嘛，你自家有感覺翕嘅最困難嘅紀錄片冇？都八百風仔。用辦講八百風仔幾個困難？有個八百風仔個當時因為我哋南部也過少人做那個樣片嘅記錄啦，所以變咗我都要譬如講走嚟做嘉東林邊翕，可能下豬頭都去到六股嘅部落做，南面路從下邊要去嘅阿里埔咯，我睇見北山啊。白嘅舞台彈行嘅阿里部落都停落嚟去翕，嘅都有冇面都係用嚟體力安好從北山嚟講我比青蟲咧，巴頓嗰種器材啦，嗰啲我都揾嘅人出面咧嘅後生嘅，不同係天數爆也天數啦，都係嚟見白。我嘅奶個餸嘅沙沙個餸，都停落嚟吧，清脆啦。有好嘅後生嘅咱咪同佢講啦，
伊讲伊扒到后面后，轻松来动一接起来。我才有忍住，冇多直接欣赏，你要记去按规呢吼，懂冇？是啊。哇，观众朋友，听到按到精彩故事，係唔係對自家家鄉也係自家身邊周遭有乜嘅故事，感覺有興趣呢？咁你休息一下哦，等下更多精彩故事，等頓老師嚟繼續分享哦。為咗愛拍一部好嘅紀錄影片，上山下海係一天愛嘅。除了按你辛苦嘅部分之外，還有其他本人個感動嘅部分嗎？讓你繼續來請教邱成燕先生咯。老師，就都有講到去翕嘅八八風災嘅部分嘛，或者去上到山頂個按辛苦開頓嘅器材，能到嘅現場嘅時間又係用白嘅情形啊？我因為係個路況啊，真係壞。啊！我哋啲對綠鬼啦，啲少年種啊，然後跟都貼貼佢啦。對屏東許多少年種可能3-4點鐘啦。唔算可能再幾來要3-4點鐘。算是很辛苦啦。許多少年種嘅時間，當然因為係3時4時，所以人都會有疏失啦。有啲運行上有帶我去少年村嘅人類嘅村莊啊。嘅我個河巴咧，佢雖然清潔咧，佢都近咗捱河，都按嚟嗰個河巴嗰個少年莊。許多嘅佢都同我講廿幾後都係推表嘅路卡。我都企喺度，佢都係當空咧。過去嚟啊！全部看唔出來，全部係沙沙啦，一條。也都買你綠卡，我也都買綠卡，我買太太，我買家，同地杯呢，4年嚟啊，地杯呢，我都也會比爽啦。但是應用呢，都講都人講啊，可以同埋天數做嘢嘅記錄。進來咩強用，個嘅河巴。尤其是佢多連暗條嘅咧，嘅氣氛清痛苦啦，嘅當時嘅狀況啊。按你老師，你都嘅現場談見按嚟講嘅話，你睇記錄睇普遍嘅時間，你唔知會唔會受到某個影響？從嚟談到都按嚟談到，假如講其他嘅順後按嚟講，嘅嗌爸爸媽媽甚至講嗌家嘅按嚟，可能嗌自己都冇法度好工作嘅呢，因為嗰種感受、嗰種情緒有冇親鼻爽咧？係啊，從下到總統來，馬英九總統來，有啲我有啲佢睇戲咧，追思會，都會大家都一定突然間有隻叫進台上啦，娃娃棍啦，突然間這種一定叫隻娃娃棍啦，有啲現象都講啊。一定研究出清台上，哇！結果西主要的曬陽時全部轉過嚟啦。記者都轉過嚟去啦。佢哋現狀都感覺幾奇怪啊。所以人性的部分都感覺就是怪怪啦，係怪怪嘅咧，而家合作一下，拆叫唔出來啊。但是所以其實我哋係強用啦，從來許多嘅綠鬼檔案嘅不落狀啊，即不落狀，個插貨店去做記錄嘅時間，是不是個頭家用？而且其實對花蓮富里嘅移民都也不落狀嘅呀。如果講我以前嘅故事，大部分見嘅風災嘅現象，因為我留唔住啦。我留唔住嘅時間。這樣嚟講頭是冇鐵下喎，都話你全見，我都叫字誒，一般嚟講，我馬上就沒應，就鐵下嘛，但是我叫唔敢咧，唔敢去鐵下咧，都感覺到我喺鐵下都
乖乖啦，冇准冲安尼，乖乖些啦。安尼老师，你们除了安尼准冲嘅，就是讲，你用办去同嘅书房嘅主角啦，也系样片嘅主角去沟通啊。有啲人可能讲魔术师，啊，佢人可能冇信任你们，啊，你能用办去取得佢嘅信任。譬如讲吼，翕个李金树先生，安尼作曲家啊，李金树先生，佢翕了2年。啊，2年，从嘛嘅咯？本来是翕1年都拉败的啦。但是因为安尼翕唔上，就比如讲啊，伊咱两个之间佫无信任感啦。就讲伊连对外的那个翕嘅内容啊，对吧？伊也唔咩过清楚啊。伊感都是把伊也感觉怪怪安尼啦。所以伊喺外面咧发通嘅时候，伊都唔同啲外，差不多伊去叫喝茶啦、行路啦，又唔同啲外。变咗係幾人都翕住頭顱下講話，安尼來做定咯。但是有一次來打電話俾伊，比如講挨頭高鐵呢，講你高鐵咯，你我講特別，剛才前佢冇伊講好啊，佢買個麗莎啊，你同佢講啊，好，我馬上都做伊特別。一聽我翕咗特別嘅外景，因為我講啊，佢李金樹先生，最有名嘅一個成名曲，嗰個 Q 皮上嘅流浪兒，都是伊人當年他家去特別流浪嘅個情形啦。當然所以特別咧，我見我翕吧，所以我見伊咧好表上去，同個士林嘅旅館咧前面咧朝上，同個坐到嘅吼，對小人頭叫當主頭12點嘛，12點啦，訂到暗頭9點咧，有感通到嘅，有感通到嘅，諗住回來後主動打電話過嚟。講我合作嘅，我去叫他查咯，唔可以翕冇，我變嚟講如果係，阿哥講啊，阿哥咧一開始都感情啊，都有表出來嘅，有個感情嘅個意思啊，都可以講嚟嘅。因為先生對人有放心嘅，有信任嘅嘛，嗰種佢可以表啊個詞言，一些安尼，但唔可以有講失敗乖乖，然後也係講清晰啊，無到位安尼。安尼老師除了李金樹先生之外，安尼取得人家嘅信任啦吼，更加青島後生人啊，可能會想講用辦來翕一條紀錄樣片嘛，按到嘅經驗嘅，對大家來講有乜嘅經驗可以分享俾大家講，假使講然後翕一條紀錄樣片啊，有乜嘅重要嘅衝擊可以同大家分享，啱冇？但係翕片喺係嚟講啊，以前鬼生嘅翕嘅唔會查過嗰度鏡頭，所以我建議盡量唔好關機，多翕，因為唔係講影像嘅問題，聲音嘅問題。譬如講，我睇民國92年、93年嘅開始翕嘅新北市嘅剃頭店啦，有一擺我翕佢哋。就是我關機嘅啊，我數起來，我對團嚟講啊，會我係數嘅我計講一講嘅，咩嘅如果講啊，贏嘅，我都講唔係數嘅啦，都贏嘅啦，我剛剛都冇料到啊，都冇料到啊，見到我都講相當可惜啦，再來一遍嘅感覺都冇從，都冇意思嘅，都冇意思嘅，所以家下我講都成都嘅都見咪，因為有青島經驗啦，都講都因為唔關機，唔都查過也就鏡頭，都盡量冇關機，多人可以嘅，完全冇問題，關機紀錄片。紀錄片重要嘅都安尼，一定要多翕。假使講最尾要結束嘅時間，也冇安尼馬上都講翕嘅，自家
天天来看一下，喇叭也能关机啊呢。最好，因为有时候可能会录到啦，也係數到其他冇上到嘅地方，好冇？老師，既然安尼嘅話，未來還有乜嘅規劃呢？做一個紀錄片嘅欣賞吼，有咩愛搞尖呢？有陪後生人去搞啊，攞一批嘅吼，當然啦，我睇下小偉講嘅吼，他個因為講攞一批嘅個傳統個部署吼，事實上應該講吼，個有經驗啦，個有經驗。因為我講後生嘅吼，都我有前進嘅力量，攞堅衝，去衝線，去衝嘅，但係點起，衝嘅，因為我哋過去嘅挫折，輕多嘅，我哋底下那條路。個行唔同，做一個縮轉來，個部署，個底啦，譬如我哋去片嚟講啊，我一個可能後生講，我一個題材可以賺，一個題材可以賺，但是因為我哋有經驗，所以我哋底下，個題材已經認識得幾多嘅，一個題材也有去過嘅，所以可能我哋攞一批嘅人嚟講啊，都講嘅閱讀個多啦，可能個多，行嘅路個多誒。嗰時候老師嘅建議講，其實教唔知家行會教，唔過我會悄悄嘅表述俾後生人，去教教去練習啊，後生人也可以適當的來參教攞一批看樣板行，可以行個少一些，人哋講嘅個唔好行嘅路啊，你知冇？係啊。觀眾朋友，今日呢當係邱財燕先生嘅分享，係唔係大家對這個土地啊，對這個文化，甚至對這個喺啲地方有感覺說，我可以拿對我嘅手機，拿對我這個嘅相機來嘗試一下，來這個錄音記錄一下這個嘅家鄉呢？大家要記得哦，這個嘅家鄉，這個記錄起來真有意義啊！今日呢，感謝邱財燕先生老師帶來咁精彩故事，再一次感謝你哦！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觀眾朋友，坐到更加有個位少年麼？聽到我哋先生來運動一下吧。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到好好運動嘅時間呢，我係謝諾夫先生。今日呢，步行運動，我來教大家向下來做運動係，我哋強健嘅運動，還有我哋手臂、肩頭，入邊呢，肩路放開來運動哦，請大家好好來向下運動。第一咧，我哋來數變好勢，腳變好勢，要強壯咧來轉我哋肩頭，對前面轉落去，慢慢地半圓圈咯，轉到後面，在前面再一擺，轉半圓圈，再來做唔擺來哦。轉半圓圈，轉半圓圈，再來哦，轉半圓圈，再來，來幫另外一邊哦，這樣，再來。同我向下來，轉一圈，肩頭擼來擼一下，不用輕鬆，要慢慢地不用鬆。
多你都是得了哦，要么用后面哦，规个身体慢慢的要注意安全哦。再来一摆，前面，后面，前面，后面。前面，后面，前面，身体对后面做下清好哦。相當嘅好，一晚你嚟做頸頭嘅運動，數搭起來，用平來，用下頸頭胸，然後數輕輕慢慢地對前面轉頸，然後一下向下來轉四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下，前面十下，後面十下，再來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頸頭加強鬆嘅，我哋慢慢嚟做數嘅運動哦。數往前，坐定哦，腳向太來，慢慢地彎腰，放下最胎，慢慢地數過來。再來一擺哦，用頸頭嘅勁。放鬆來，慢慢地過來。哦，再來一擺哦，前面，數過來。哦，再來。慢慢地數過來，安尼放後面，一個擺，一個勁多就放鬆來，數一慢轉過來，輕輕轉過來，打開來，向後面，哦，數陽光來，寬當空，哦，認同一下身體。慢慢地放鬆來，寬當空，再來一擺哦，鬆來，
放落來，放上來。做真好。要嘛我哋一同樹打開來，放一股落來哦，基本來放上。樹揚空來，再放上。打開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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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上。我哋對鏡頭、鏡鏡、鏡頭、樹腳、鏡頭放鬆，我哋再對前面做一擺來哦。樹放好來，腳放好來，一門天哦。轉眼看，翻看如何吼？你做幫我哋鏡鏡嘅鏡頭放輕鬆，你如果唔會受傷哦。轉眼看。轉眼看，再來一擺，轉眼看，轉眼看。鏡鏡放上來，再來ดู我哋鏡頭放上，樹打開來，放我哋鏡頭方，輕輕對前面擘一下，真好哦。一下哦，一下做下，後面再做一下。你安尼鏡鏡鏡頭，如果放上鏡路，後面我哋先做嘢咧。慢慢地放水痕。放輕鬆，再打開來，放輕鬆，再打開來。後面嘛可以用哦，後面打開來，慢慢地落去，放入來，落去，放入來。用我哋前面的放鬆，對東方，慢慢地拿點太東西讓伊鼓落來，放上去，鼓落來，放上去，伊個鼓的動作，落來，上去，落來，上去。落來，上去，落來，上去。今日大家好朋友，好好運動，保健運動，先攞副先生教大家運動，學來冇？我哋下一拜再來聊哦。